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上帝的话语会时常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心渴慕，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30章的21节，这里提到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这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神会引导我们，不管向左向右，不管向前向后，我们都有神的声音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用喜乐，用高举圣名主的圣名，在这个地方来赞美，来感谢他。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你的救恩，神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喜乐颂赞，高声来赞美。黑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黑暗笼罩，黑暗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真的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真的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
降临这里，求你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已降临这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已降临这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已降临这里，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已降临这里。让我们在灵里面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主的手，因为他的救恩临到你，临到我，在我们当中运行着他无比无比的救恩，我们得着他的救恩，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的心安静来献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着神恩典满意，天天都临到，我们来感谢。我们也为着今天开始有逐渐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的心预备好，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全能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生命里的一切，并无时无刻眷顾保守，是恩赐下满满的恩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在此献上满满的感谢，我们也开口来颂赞称颂你，也愿你的圣名被称颂直到永远。爱的天父，感谢你，当我们的生命、家庭、工作有困难的时候，甚至于没有明确目标，你就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指引我们，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因为你的话语时时刻刻的成为我们的帮助以及方向。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恩典的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确信今天晚上是蒙恩典的晚上，我们必领受你的同在。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感谢祈求，阿们。你的救恩这首诗歌，让我们再次来高举颂赞神救恩在我当中。我们来一起开口赞美他。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一切伸缩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
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父神，谢谢你，因为你的医治临到我们当中，因为你的救恩降临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特别今天晚上，让我们更深的体会，若不是神你的救恩，我们都不配，也不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赞美，求你亲自悦纳我们在你里面，在你面前，我们同心的赞美，我们同心的祷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跟前前后后的人问候一声，愿你平安，耶稣爱你。哇，真的很高兴，愿你平安，耶稣爱你。愿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子的开口赞美神了。我们从2020年6月，在4楼，在这个地方开始举行恩典祷告，我们这个祷告会一直以来，在这1年多以来，我都是以信心的祷告为主题，跟我们一起分享。尤其我们从5月的疫情3个多月，特别强调，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站立得稳。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祷告，用神的话语祷告，无不是要想借着我们常常读神的话，那就是读经，我们成为一个渴慕读圣经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在读经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会明白神给你的亮光，特别是聆听到神的声音。也因为这样，我们寻求神，我们喜悦神的声音，并在你在读经祷告，透过神的话语成为你祷告的主题的时候，你会很大很大的经历到神的赐福，你会很大很大的经历你的生命在改变，你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我想要请问弟兄姐妹们，你相信神吗？阿们，我们相信神。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就可以透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听见，而且你会认出这是神的声音。阿们。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听到神的声音。不过，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你会问说：那我如何听见神的声音？我又如何分辨这是神的声音？读经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涌流出来的时候，你如何分辨这是神的声音？或是说，你会问：我如何知道神透过这个经节，这个时候正在对我说话？我想我们会去思考。我非常喜欢读那个陶树的书，他的作品。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有一个观念是这么说：神并不是沉默的，神一直没有沉默过。他讲过，他的观念里面，他一直觉得神不是沉默的，神一直没有沉默过。说话是神的天性。我们圣洁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就是被称为道。道，它被称为说话，是道，道成肉身。所以显然的，圣经就是神持续发言之下的产物。这是神直接对我们确实可靠的宣言，是持续向着我们，向世人的心说话。所以神如今仍然对着我们说话，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我们当中。我非常希望过去这疫情当中3个月来，我们所谈的信息能够重新激起大家，再加把劲，我们更用心，花点时间来读圣经，花点时间来查考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聆听上帝的话。阿们。也期待我们每一位富强人都能透过读经，与耶稣基督拥有亲密且热情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富强人能够全心爱神，并借着神的话经历祷告所发出来的爆炸力。当你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是很强的激励你、感动你，让我们来经历这样子的圣灵的爆炸力，以及神能力在你我当中彰显。这一定要付出代价，一定要努力去追求。因为基督徒有时候真的很难依靠神的话语而生活，基督徒真的很难依靠神的话来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我们真的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熟悉，靠着读经上帝的话，
在那里静静的享受神与你对话，来聆听神要对你说话的那个里面的声音。我们不习惯。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很忙，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困难，我们活在挑战，我们真的很多的挂虑。即使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生活，我们的神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同时，神对我们说话，在圣经也是一个事实。圣经里面就提到记载神与人对话。那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是跟他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神跟人的对话这样子的模式，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比方说神跟挪亚，神跟亚伯拉罕，尤其神跟摩西之间常常这样的对话。神对当时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等的先知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神不只对男人说话，神也对女生，我们女性说话。非常出名的底波拉女先知，神就是跟她对话。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神对玛利亚说话，有没有？圣诞节我们都会读到神跟玛利亚之间的对话，神跟保罗，神跟雅各，还有在拔摩岛上的约翰。这些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知道，神跟人之间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模式，是圣经上让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当明白，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属性，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属性而变得沉默，神一直在说话。期待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仍然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并且明白神在你我身上，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真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可以恢复到99个人的一个实体聚会。这一些就让我们在聚会当中、敬拜神当中，让你自己去经历神与你同在。你听到神的声音，你知道神跟你在对话，这样的一个确据是在你我的命定里面是分不开的。我们透过出埃及记25章的22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一起慢慢的读就好。出埃及25章22节，我们一起请。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宝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这段经文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我们思考一下这段经文那个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神正在说话。他说：“我要与你相会，我要与你说话。”神要在他施恩宝座前与我们每一个人相会。阿们。礼拜五晚上一个恩典时刻，是神让他的恩典宝座、施恩宝座当中，神期待着与我们有相会，更期待与我们有说话的时间，有这个机会。所以神要在他施恩宝座前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孩子啊，今天晚上我想与你相会，今天晚上我想与你说话。我们当父母的，我相信你们有这样子很深的体会。孩子很忙，长大了，跟父母亲相处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都非常的期待。所以在这里，神就是这样子期待我们富强人在礼拜五恩典时刻来跟他相会，
与神说话。另外一段的经文在腓立比书4章19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还是慢慢的读。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好，充足，原文是供应，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供应，神会按照他的荣耀，丰富的荣耀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这个充足供应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充满。充满，神会使我们所需要的都充满，在你所需的，他会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供应给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充足。罗马书的15章13节，保罗也这样祷告，我们一起来看，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大有盼望。我们的神，他要个别的满足、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神要这样子充充足足，让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缺乏都得着他大大的供应。所以神透过与我们沟通，转化我们，来满足我们的所需。神让我们迎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在圣灵里的大能盼望中得着富足。最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第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30章的21，最前面。好，最前面我们诗歌之前第一个，在这里这个经文是这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在我们的第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神亲自差遣圣灵引导我们走在神话语，走在他真理，走在正路上，使我们因着神与我们说话，我们跟神相遇了，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满足了。今天这几段经文，我非常非常的受激励。我们只要读那个经文，你就会很清楚明白我们的生活多大的困难挑战，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在神的能力里面，他会丰丰富富的、充充足足的充满供应我们，让我们不管向左或是向右，我们都能够走在其中，让我们无时无刻在烦躁繁忙的杂乱声音当中，我们的耳朵会敏锐的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来敬拜神，我们要透过诗歌一起来敬拜神，让你的心重新的再摆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安静我们的灵，因为敬拜就是在遇见神的机会，因为在敬拜诗歌的时候，就是帮助你再重新的让你放下你自己，来聆听神的声音，神的话语会自己对你发声。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让你的心思意念单单放在神的身上，让神亲自在这个时候释放你的心，你全然尊主为大，他的声音，他的话语进入，让我们前后左右每一个人都能够我们一起来安静来敬拜我们的神，再进入万军耶和华。
羡慕歌声你的言语，我心肠肉体上的呼吁，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感受每个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感受每个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着你，与我们相遇。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让你的心能够真正的交托在圣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是渴慕的，我们的心打开，愿意从神那里真正的受到他的话语。我们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上。我们跟随神的脚踪，我们一起祷告。不管是你的家庭，特别是富强教会，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每一个人都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透过祷告，透过读经，我们的灵再次被激励、苏醒起来。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开口一起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提摩太青少年暑期中各项的学习、家庭生活，特别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心一样的渴慕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话，让富强教会在读经祷告被兴起。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我们在座的，我们所有的富强人，包括我们青少年、儿童，都被兴起。所以我们也为着教会的小组长、区牧、团契干部、长职、专职的同工，还有牧者团队，所有的服事，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重新得力，合一的心志来祷告。我们为这样子
重新的来荣耀神。富强教会是荣耀神的教会，是祝福别人的教会。你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重新得力得祝福的教会。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谦卑，再次祈求，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在它里面，有神的同在，我们的心重新的得着力量。上帝透过他的能力，充充足足的供应满足我们每一个人所祈求的。我们一起来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掌声来感谢神，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父神，在这个恩典的时刻，也是你跟我们同在的时刻，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祷告，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恩典。现在主啊，已经有3个月，我们在疫情的管制之下，不能全员到齐，一起同心敬拜，但是你看重我们的内心，无论是在礼拜堂，或是在每一个的家里，只要连线，只要同心，只要开口，你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赐福今天在礼拜堂的众弟兄姐妹，以及在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愿神悦纳每一个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主，你垂听我们的恳求，求你降恩典、赐福、力量、智慧，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现在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台湾在3个月以来，我们的疫情慢慢能够得到控制，虽然还有一点担忧，但是我们确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有一天会恢复那个活跃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平安的生活、健康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心中有很大的警惕，因为变种的病毒在全世界
仍然这么样的猖獗，许多的国家又重新感染了。亲爱的父神啊，帮助我们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我们愿意因为小小的牺牲，让整个疫情能够完全来消止。我们为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关系，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事业，无论是他的经济，或是他任何的个人的事情有受到影响的，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跟能力，能够勇敢的度过，因为神必为我们预备。你当我们在你面前恳求、祷告、交托的时候，你要为我们预备后来的丰盛。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疫情之下得平安得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的侍奉同工，我们请坐，牧师来做一个报告，我们就结束哈。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场慢慢有群众了哈，所以我们不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喊一声说：“大家平安，好不好？”预备来。有听到大家的请安了哈无论是在线上无论是在家里面，我们都一起敬拜神哈第一个是我们都很关心疫情了哈，那政府又宣布说要到月底了哈，月底仍然是这一个阶层的管制，但是因为它有容许我们教会的空间，如果够大的话，可以申请99个进场来做礼拜。那我们这1、2个礼拜在联络的时候，知道说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青年人特别是青壮年，有的都还没打到疫苗，所以呢，有人心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不过我们大概50岁以上的应该都打过1遍了。不管如何，如果你心中有平安如果你觉得我大概能够很顺利，疫情或是我的个人的卫生能够管制好愿意来参加实体礼拜。我们的礼拜天每一堂有99个人可以进场。那我们的椅子呢，有贴红纸的就不坐可以，所以上下楼才99个，真的很宽松了哈当然我们主要是以服事同工或是在家里面没有办法看线上礼拜的，也许是长辈那也有的弟兄姐妹喜欢在现场的礼拜的感觉，那我们就按照99个的人次如果你想过来参加，也许可以打个电话说名额满不满如果超过了，我们可能真的要跟你对不起。不过应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线上了这是牧师的报告另外呢我们的松年我们的松年长辈呢，他们明天就要开始恢复聚会了无论是线上的或是各小组的聚会，你们自己做决定，在什么样的方式最安全、最能够大家都同心聚集的，那就是最好的聚会。愿神赐福大家在每一个场合能够得神的恩典也大家出入都平安，因为这个疫情还有一点点，好像什么时候又会爆出来很麻烦所以还是要谨守这个防疫的规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等一下还有各小组有线上的聚会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聚会都有神的恩典跟祝福。再一次跟大家请安，大家平安，感谢主，谢谢。